歡迎各位傳媒朋友今日嚟到我哋 Novoland 嘅3A 期嘅示範單位啦。咁我哋今日剛剛開放咧首個示範單位咧，係位於第2座18樓 A1 一個685尺實用面積嘅3房套房，連一個開放式廚房，不過有玻璃趟門嘅設計嘅一個單位嚟嘅。咁大家頭先所睇咧，咁呢個咧係連埋家具嘅，寸實用非常之適合咧一啲換樓客因為大單位咧，其實我哋整個項目咧個比例唔算高嘅今次呢隻積型咧就非常之吸引啦。總共如果分層單位嚟講咧，呢即係類近嘅積型咧，我哋有118房非常之適合換樓客啦。景觀方面咧，其實佢嘅坐向咧就係向東南亦都非常之開揚嘅市景嘅景觀嚟嘅咁所以咧係非常之難能可貴我哋相信咧，今次會帶動到唔少係即係細樓換大樓嘅客嘅尤其是就算係 Novoland，我哋本身呢個項目裏面咧，我哋都相信有啲會係細單位轉上嚟大單位嘅客人咧，都不少嘅，我相信會係另外咧，我哋剛剛亦都上載咗個售樓書咁咧標示住咧，我哋咧成個銷售咧將進入直路㗎啦容後咧，我哋仲有2個示範單位會開放嘅。